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你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我经过20冬了，第一摆问去台湾吼，所以伫台湾看起来足惯势的代志，我看甲感觉真奇怪。单位吼介绍讲故事的，而且会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寡理念，甲放淡迄故事内底。透过伊所讲的迄个故事互你会感觉讲足有道理的安尼，毋是伫遐咧说教的。我是感觉这篇吼，甲迄台语消费者运动的精神应该是通的吼，就是咱过去无正常的语言政策内面，提出咱家己的语言吼，伫咧公共场合也好，还是讲公开的场合也好，拢无写去嘛吼，拢变做就是消息。咱普通革命拢想讲是足大条的代志吼，还可以留回甲咱拼命吼，但是伊这就是真正伫马术顶悬的做一个改变吼。其实咱若讲家原来的一寡习惯吼，甲伊做一个改变，迄嘛会当算是一个革命啦吼。虽然伊即个是较细型的安尼。我感觉陈瑞生是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咱济台湾人要亲像小说内面的坐车的这个人客，生活伫中国语霸权和中国语凌治的世界，煞无一个人会去抗议，还阁伫度句。迄年，甲阮牵手对国外转来台湾休假，我要坐通联的巴士去台南迄早起。我的丈母真无放心，几落摆吩咐我讲：阿弟啊，你会记哩，毋通坐头前，爱坐较后壁咧。哈，是安怎毋通坐头前？无安怎啦，非得你着坐较后壁的就对啦。我迄时毋知伊的意思，也无问清楚，想讲大概头前较差的关系。要出门的时，丈母阁交代一摆。会记哩哦，坐较后壁咧。哦，我知啦。1989年，咱台湾的交通部整顿野鸡仔车，辅导这业者合股成立公司合法经营，取统帅四方联合经营的意思，号名叫做统联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第一间合法营运的民营国道客运公司。来到统联客运站的窗仔口拍车票的时，卖票的乌巴桑问我讲：少年诶，要去倒？
台南。你一个尔？嘿，我一个。你要坐头前还是后壁？头前后面是差伫倒。伊看我这个外国回来的草地怂，笑一个讲：嘿嘿，头前的电影，少年的较爱看啦。迄时我才知影，原来我的丈母遐尼袂放心，就是惊我这个大人大种坐头前看 A 片。我要坐第一排。原来我的丈母遐尼袂放心，就是惊我这个大人大种坐头前看 A 片。大人大种，我诚水的台语吼。大人大种，华语就是讲长大成人，老大不小。台语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大母人，大母种，这个大人大种。其实应该算大人甲大种夹做一个事的啦吼。捌书顶的革命吼，这篇有哪就写实的吼。我先来讲一下，伊这个捌书就是可能即摆少年人较毋知影，伊就是咱咧即摆咧讲的公车啦吼，还是讲迄种客运的顶头。这个书其实是本地对日本话来，其实日语是对英语来，就是迄个 bus 吼，讲捌书所以这。单位的作品内底保留一寡早期的词类吼，安尼咱若读嘛，当佮甲因捡倒转吼，佮加学安尼嘛就好。伊这真写实吼，互咱感觉讲拢真诶也是假吼。像我伊就写讲，伊有一摆坐通联的，伊佮写出来坐通联的巴士吼，要去台南，因丈母真袂放心吼，所以叫伊无坐头前，佮丈母嘛歹势直接讲吼。伊嘛想讲奇怪，原来就是讲迄阵的巴士，通联的巴士顶悬有放迄个 A 片吼，就放迄个黄色的。因丈母歹势讲是甲咱交代讲叫伊莫坐头前，结果这单位嘛真心实，伊就特别去坐头前，讲伊要看卖。所以这个伊咧写最心实的所在啦吼，就老实安尼讲出来。野鸡车起源是伫火车站排班的三轮车。三轮车挂引擎，怎啊呢？变做速度较紧，人嘛较快活，趁钱嘛较轻松。但是因为伊安全度无够，警察会处提，就爱走互警察录，所以即种车叫做野鸡车。野鸡车一直发展甲变做计程车，游览车嘛拢有野鸡车经营的方式。上大野鸡车就是游览车，到尾野鸡车、游览车载客较济，真侪人爱坐。上到尾政府怎啊因准伊合股变做通联客运，通联客运原本就拢讲做野鸡车，野鸡车呢真正方便，所以人客缘袂歹，像永远都袂退时安尼。车上高速公路了。电影就开始，片名大概是《深江湾》。深江湾，太无啥成 A 片的名。我想这名都无啥物 A 款，点点看几部，也无半个人脱衫脱裤。原来是孙高中，毋是 A 片。这个毋是 A 片啊！心内难免失望。唉，无猜我坐第一排。无法度猛看。看来看去，毋知咧演啥。这是啥物鬼仔戏？毋是菲女毋食饭，就是太监讨红包。即款的天下大事，毋知是偌久以前的代志啊！愈看滋味愈毋对，想要毋看。迄电视内北京话大声细声叽叽叫，听起来咱的起鸡母皮，听袂惯势。果不其中，煞来后面远远去位坐。演迄毋知啥物碗糕，规气困较赢啦。目睭揢起来，想要休困。迄电影毋放我线，继续进攻。侥幸哦，想要困也袂困着。煞变做要看是艰苦，毋看也袂使，了钱阁受罪。愈看滋味愈毋对，
想要毋看。迄电视内的北京话大声细声，叽叽叫，听起来咱会起鸡母皮，听袂惯势。起鸡母皮就是华语讲的起鸡皮疙瘩。咱若毋知，像阮兜都饲鸡吼，若摕鸡了，看迄个鸡的皮，咱像一笪一笪，迄个毛脱起来，迄个孔啊吼，拢有一笪一笪，所以叫做起鸡母皮。鸡他无爱讲鸡公皮，还是鸡脚皮吼。即个我有注意吼，鸡母，咱讲华语讲疙瘩较济、较大粒，鸡公变做较幼。马术顶的革命这篇检采甲我所经过的年代吼，因为是有这个去描写着吼，所以特别有感触啦吼。当然，伊遮描写的吼，就是头起先看到什么遮的什么古装啦吼，还是讲这个讲北京话的遮的可能古落所古已经颠簸，还是讲录影带一直放吼，诶，迄种中国戏啦吼，还是讲北京戏出啦吼，北京话的节目等等吼。伊对即个坐马术有咧看即种影片吼，即个情景吼，来讲起即个所谓马术顶的革命吼。当然，伊即个故事即马有可能较无即个情景较无法度伫目前的即个状况看到啦吼，因为像过去我嘛是对故乡吼坐有写客运有写火车啦吼，坐来到台北吼无论是读册也好，做工课也好就是过去捌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安尼哭4-5点钟算紧的吼，定定拢7-8点钟吼。迄款的即个坐马术或者坐火车较慢车吼，即款的情景火车当然就无可能看这种影片。就是过去确实这伊描写就是迄种交通工具吼，变做讲无一定是司机家己放啦，嘛有可能客运公司啦吼，就讲咱就是放倒几支片安尼吼。好歹日文有大部分可能放你无介意的吼，就感觉足差的安尼吼。就是像陈瑞生咧写的讲，奇怪呢，这窗仔看出去两边拢是正港台湾的风景，哪会放即款的电影是要互鬼看？过去我嘛是有这种心情啦吼。无放黄色的，毋过是放一寡迄个中国出的古装的，爱讲迄北京话，安尼语甲叫足大声，其实迄个华语的。迄个声调本地就变台语较悬啊，因阁无迄变调，无通好小可安尼翘一下吼，所以感觉其实听起来，我家己的感觉是听着较耳孔较凄惨较艰苦一撮，台语听起来较安尼温柔较顺一撮啦所以伊就感觉足歹看的伊就感觉讲是安怎我都爱看这我开钱来坐这把书来消费你放这我无爱看的马术顶的人客是。普通咱台湾人的迄个就是歹看，无咱规气困好啊！迄种中国出的故事咱知影做台湾运动的人根本就是足无爱看即种物件，而且会感觉毋若是喊过，而且是咧毒化，是讲伫咧偷神经、偷台湾人神经的一寡故事是咧教嘛安尼神经拢去互中国文化的物件，规个拢偷了安尼。所以这种主题对这个较有做这台湾运动的人、台湾意识的人来讲，拢足想要好好来甲修理的迄种情形。车过新竹，车窗外渐渐出现一片的青绿。过年了，这呾抱落去的水中鱼伫日头骹哪像磨过的鱼青脆阁青笑。看别人，规车内10几个人客，拢头壳歪一边咧拄久，无一个人咧看电视。我心内咧想，看到鬼，这明明是咱的巴士，坐的是台湾人客，驶的是台湾的车手，窗仔看出去，两边拢是正港台湾的光景，哪会放这款的电影？是要互鬼看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愈想愈唔对，失望变生气。卢比，没有什么话要说。袂使，
我挡袂牢啊！只求太后答应奴婢一件事。我爬起来，去头前找放电视的车长。哪有马马虎虎啦？连装衫、自摸，搁咧马马虎虎，我连半斗嘛无摸的。哪有较早啊？尾啊放千几六斗，拢搁吐出去啊！迄车长甲稳将咧开讲步槟榔，一支脚翘悬悬，搁粗搁短，骹头有搭一块药膏。以前若毋是打石仔的，就是洗铁牛的。可是皇上，我去问伊。皇上带奴婢请歹势哦，借问一下，你敢无罚款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皇上。迄个车长先甲我看一下，讲虽死无怨。无啦，今日无 A 片啦。大冤枉啊！你看我敢是迄款人？我赶紧甲说明。恁敢无啥物台语片？敢会使换一个？这北京语的电影也无人要看。伊迄时才了解我的意思。煞生气大声起来！啊，人客一人要看一款，我哪会当大家甲应付？你毋看，别人要看啊！哦，你放迄片无人要看啦，啊无，请你甲电视切落花，阮通好休困。你，一剩半句话含伫喙内，头越过，电视切掉，都毋插我。啊，结果伊可能就感觉讲这。影响到我的消费者的权利吼，所以伊就走去头前，甲迄个司机吼，甲迄运将甲车长吼，迄阵还阁有迄车长反映，因讲你放这阮无爱看，吼，啊，恁甲看伊咧写的迄个司机甲车长吼，搁咧步槟榔，啊，搁骹翘起来，搁写着迄车长的骹腿啊，短短肥肥一截。吼，我咧想伊咧写，这应该就是迄个野鸡仔车迄个阶段啦。吼，即马通年的巴士应该是毋是安尼啊？单位的小说有个足好的所在，伊迄吼正面的人物，还是迄个反面的人物吼，你讲拢足有道理的，你知无？你若是讲吼，敢若讲歹人讲的拢足无道理的，安尼都无好看。结果哦，照你安尼讲啊，一人要看一种。啊，我一个人要应付一台车，上无嘛头20-30个安尼吼，免来应付会来安尼就对了。所以伊迄个反驳内面的我吼，实际上是足有道理的。当然是歹过继续去讲，啊，无规气你安尼嘛，规气准条莫看嘛。我坐伫头前走来到后壁，根本就还过受迄声音，他妈的叫了安尼，吼，起码是足歹嘛。这明明是咱的巴士，这是台湾人客。窗仔看出去，两边拢是正港台湾的光景，哪会放这款的电影？是要互鬼看？这台湾的意识伫遮装出来吼，讲这明明是咱的巴士，啊，规个拢。咱讲用修辞学来讲，会用台湾来定它，啊，或者意识转移造出来，啊，这是种文学真水的写法。车手，什么叫车手？即摆咱遮老啊，咧替人摕钱的，讲做车手，吼。啊，其实咱台湾话车手意思话真济，较早。我记来时是骑脚踏车去学校，到初中我才骑脚踏车去学校，啊，各学校拢行路吼，啊，迄个脚踏车的手环号做车手，毋知我听过无？啊，即摆咱咧赛车方向盘，咱讲啥物？迄嘛是车手，运将还是驾驶，嘛是号做车手，所以。一个词意思是几啊款，爱看前后文来决定啦吼。啊，电视切互花，我记来是到国校啊6年，规间厝才点150个。啊，迄阵拢毋是开关，迄阵拢爱去电迄铺仔遐切互开，
切了刀还切了花，啊，这动作是用切的，啊，即摆来甲少年讲，啊，你电脑毋去切了刀，听无啊？我转来我的座位，想讲打好啊，要来休困一下。目睭拄开去，雄雄有听人咧唱歌，就是电视内面李碧华咧唱《满面春风》。中山北路行7摆，哦，最后。当时啊是迄夭寿车长咧放台语片，刷入去是第3杯酒，车内人客一个一个拢醒起来看。一个面皮拍甲乌乌粒粒的草地人，大概是目睭无好，刷来第一排我的边仔坐，哪看家己哪讲。啊，杜姐，你唔放互咱看啦？点点看到诸葛亮的节目，佮讲你啊，恁别个听无？台湾的你安怎？有够三八啊！感谢各位的欣赏，这是诸葛亮啊新的录影室第一个特别来宾，为你邀请目前最受欢迎、最轰动闽南语的歌后江蕙，头一个歌转来阮的身边。乱梦又听互人拍醒，我头看无伊，放阮孤单到深更，一场梦是空虚，虚情假爱着。啊，过来迄车长就生气啊，就感觉讲你有影特别搞怪安尼，咱别人都无啥物意见吼。啊，所以到尾啊，伊就总伊讲啊，无你若无通去放专心嘛，好，莫甲阮吵吼，通好互阮困。啊，结果伊就转来伊的位，佫一个就放迄个台语歌吼，就一直小连续放咧。啊，就足侪人客就醒起来咧听，啊，就佫有诶讲，啊，你明明都有即款诶，你太拢毋放，拢放迄种我袂爱看诶吼。伊遮有写了一段呢吼，就是讲拄啊好讲伊讲要休困诶时，结果目睭拄开去，雄雄有听人咧唱歌，就是电视内面吼有咧唱这个满面春风啦，中山北路行7摆，拄啊好伊写这个光景嘛是我过去吼坐车定定拄着诶吼，就是你即马听着有台语诶你就开始有精神啊吼，就开始感觉讲啊对，这毋则对吼，啊无那放迄毋知啥回咧看吼。啊，结果吼开始放一寡台语歌吼，无义务放一个歌。规车的人拢精神起来安尼，用这来反映出讲实际上你要表达你家己的理念，还是表达你家己的意见的时阵是无人要讲，还是讲大家放外，还是讲伊无感觉这甲伊的权利有啥物牵碍着安尼所以拢无要出声啦。
伊则讲所谓革命意思，就是讲咱敢有去反映这个代志，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都衰啦，即马都放这啦，毋是咱会当注意的，咱就凊彩，无咱就困就好啊。可能汉地有人讲吼，真正去甲即个车长还是司机讲，我无爱看这啦，你放别出来啥？巴士顶的革命这篇小说是陈瑞生较早期的作品，伫1992年的时阵完成。短一篇小说，我感觉陈瑞生伫作品内面有真侪用心，伊其实要警惕台湾一个足严重的现象。大家会使想看卖，即台巴士敢若都是一台巴士，伫即台巴士发生的迄个状况，敢若是伫巴士内面发生尔。我感觉陈瑞生是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咱坐台湾人，要亲像小说内面的坐车的这个人客，生活伫中国嘅霸权和中国嘅凌迟的世界，煞无一个人会去抗议，搁伫度孤。小说内面有讲，即台巴士放中国出，这个中国出，咱台湾人无爱看，煞嘛毋敢去抗议，敢若知影度孤。事实，即台1992年的巴士，我感觉就亲像1992年的迄个时阵，台湾的迄个社会气氛。迄时就是大家要真听话，甘愿度孤嘛毋敢反抗。我调讲讲一句古语，你即摆咱就讲伊，讲摆摊，来，台南长教啊哦。看诸葛亮的节目，时间咧过较紧呢。连伊到台南啊？车顶毋着爱放即种片，才会心息。好佳哉，你有去甲抗议？无法度啊！听迄强女太监咧讲话吼，会起鸡母皮啦。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日日夜夜望。车长来收票，目睭甲我银一下，哪像咧骂我？敢若你上搞怪。我后面一个学生考试啊，一个唱歌。来，我头一杯，祝你圆满。第二杯鼓励你，通过任何的难关。亲像咧支持我，互我感觉我伫台中到台南的巴士顶，无意中做了一个革命，因为我有去甲车长讲，阮要看这，阮毋爱看迄。继续啉好玩。到要落车的时吼，就煞无爱甲伊票收倒转吼，收迄车单。伊讲伊感觉迄个车长咧甲伊认吼。毋过后壁佫有一个少年学生吼，少年人佫考试啊吼，佫咧唱台语歌呢，敢若秘书咧甲伊赞声，表示足认同。所以伊用过伊家己的即个方式一寡少年人开始安尼考试时来表示对伊的赞成互伊想着讲，敢若讲伫这车顶敢若做一个真有意思的革命伫遮安尼，敢若原来安尼带动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前突破台湾人拢向吞打无要反应，无要发声，无要将心内所有的这意见表达出来，这种民主的观念呢，我是感觉讲伊这点非常的趣味，佮加足赞的安尼就对了。单位就写讲伊感觉伊做一项革命这嘛是对就是笑可伊条工加安尼碰风放大咱普通革命拢想讲是足大条的代志还可以留下甲咱拼命但是伊这就是真正伫马术顶悬的做一个改变其实咱若讲家原来的一寡习惯甲伊做一个改变，迄嘛会当算是一个革命啦虽然伊即个是较细型的安尼就是互台湾人开始认捌讲。咱做消费者，咱有咱权益伫的咱会当要求应该爱注重咱的权益，放咱爱看的影片互咱看，无甲咱吵，咱佫无伫遐足无聊的安尼所以这用较笑亏的方式来写即个代志这其实甲台湾通信创办人进前地龙哥先生咧讲的迄个台语
消费者运动就是会使讲是这篇甲迄台语消费者运动的精神应该是通的就是咱过去无正常的语言政策内面，致使咱家己的语言伫咧公共场合也好，还是讲公开的场合也好，拢无写去嘛拢变做就是消失去啊。若拄着像安尼，咱是人客呢，咱拆票坐车呢，毋过真正去提出抗议的，真正是足少数啦可能惊讲互嫌互歹还是啥拢毋敢讲但是这就是咧甲咱讲一个观念。我是感觉这篇来做这个台语消费者运动的一个例是真好，就是连坐车看电视也顾在人领地啦这是讲做无奈的心情但是就是讲另外一面，咱是毋是应该就爱去反映，就爱去提出家己的主张，咱嘛是有权利去讲咱希望来，不管是用你讲看影片也好，还是讲你讲这个司机车长的服务语言也好，其实迄个时代可能真正是禁区较济啦即马来到这个时代，咱应该搁较甲这个台语消费者运动的精神真正来实践伫无共款的所在咱应该拢爱来提出咱的勇气来做这个主张安尼。当时我心内疑问，这个人客是毋是拢咧拄久着加济，连坐车看电视也顾在人领地，无一个人会去反对抗议。着加济着加济，即摆顶早听讲着加济，才会加人减少。甚至简单讲，加莫讲着济。伫小说内面，咱会当看到讲，好佳哉有即个我，伊有直觉到即个问题，即个古怪的状况。坐车甲赛车明明就是拢等台湾人，煞放即款中国戏出，是要互啥物人看？敢是要互鬼看？对无？车顶遮个台湾人，其实嘛好佳哉，就是讲伫即个我去抗议了后。遮个台湾人听着台湾话，听着台湾歌，因有精神，毋是阁继续伫拄久安尼。小说内面的状况是安尼，毋过咱若是倒转来看即卖的台湾，迄个状况检测就无小说内面遮尔理想啊。咱即卖的状况是哪拄久，哪听遮个中国出伫洗脑，或者是中国戏出伫洗脑。咱敢毋是目睭也未闭紧，就含面对人讲中国话，虽然家己的语言拢放袂记。我感觉伫即篇小说内面，咱毋是干那看到迄台北市发生的代志尔，这是陈瑞生伫即篇小说的用心。是啊，他有即个故事，就是讲咱台湾人自来啦，有一个真好的个性，就是讲真谦虚啦，真谦虚。真尊重别人，这当然是真好啦，但是我是感觉你这个做了上过头，换人毋好，因为你谦虚的同时爱有自尊啦，你毋通谦虚到互别人侵犯你的权利的时阵你也论咧，这个就毋对去啊。谦虚爱有自尊，这个概念因为我带有关系所以外国人因足个人主义。你若侵犯到伊的基本的权利伊一定会甲你抢。所以我伫外国学着即个歹习惯，转去台湾也有小冲突的即个代志出来。所以应该讲话时，你无讲话，你放弃家己的自尊，变做无尊重家己。咱讲台语的人，若拄着机器，像讲即摆对麦克讲。拢会习惯讲即种的世界是讲华语的世界。爬去你台顶，迄个语境本地的拢伫台骹就拢讲台语，讲好势好势。爬去你台顶要举麦克，迄个语境伫头壳上，咱的迄个潜意识去互训练，去互制约起来，迄种的心理已经制约变做华语去。所以即个车长照伊小说写内面，伊是足基层的一个。就是先生应该是活伫台语世界伊即摆咧放的啦，拄着机器拄着遮物件，伊嘛会用放按迄个用华语去，感觉更是安尼较正式啦
讲较歹听的，讲假高尚啦吼。所以我会感觉讲，伊即个物件，伊到尾结束的是讲安尼我坐即座巴士吼，改成无形中吼伫遐安尼做一场革命，叫做巴士顶的革命。我会感觉是讲吼，咱台湾人去互外族的统治啦吼，到尾拢有得到迄个Stockholm Syndrome啦吼，咱讲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吼。所以地教讲吼，爱啥物毋敢讲，无爱啥物嘛毋敢讲，吼，是讲毋敢讲，嘛有可能是歹势讲，讲较好听的是歹势讲，逐个真客气，真有礼貌，吼，明明都有一寡现状需要去改变的，嘛歹势去和人冲突，歹势去人讲无爱，我毋爱这，我要爱这。所以咱检查咱台语的人会感觉巴士顶的革命伊是去甲台语甲伊用即个华语甲变做台语，但是咱想较深的，伊代表精神毋是安尼呢，伊是要去甲咱台湾人的即个爱讲啥物爱敢讲，爱啥物爱直接讲爱敢讲，毋爱啥物爱讲我毋爱这，安尼才有可能来开始啊！这就是一种的文化革命，当然毋是中国的文化革命，这是咱爱需要的一个改变。我是用安尼来理解这篇文章啦。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ทั่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好，我是阿尤。这篇是巴士顶的革命。若拄着无公平的代志，你会怎样？会到食苦瓜，好好啊讲道理，还是偷偷啊受气？这篇主角无介意巴士顶的电影，观察别人的反应，然后去行动。你是甲主角同款，还是像因中无爱看到这后壁？故事中我上有感觉的是即句：煞变做要看是艰苦，看也袂使，了钱阁受罪。有一摆了时间阁受罪，迄阵当我感觉糟糕的对阮卡来手来，毋过因歹势报老师，只好斗报信，无爱甲迄个人徛做伙。我的朋友想讲，阮是咱上课，毋是互找七仔入去报互老师知，尾仔糟糕外人。然后主角讲伊是外国转来的草地上。毋知巴士顶有倒一款电影，这也无答案，因为人会较熟悉因住的所在，主角拢住外国，当然毋知台湾的代志。是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时。
情的故乡。一两早，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